悉尼女獅會日前於華埠隆重舉行2025至2026年度新一屆理事會就職典禮，吸引眾多獅子會代表、社區領袖同埋嘉賓出席，共同見證呢個具有歷史意義嘅時刻。卸任會長 Anita Ang 在致辭當中回顧咗過去一年嘅工作成果，表示悉尼女獅會自2005年創立至今，已經踏入第20年。一路走嚟秉持服務社區嘅宗旨，由一群充滿熱誠嘅女性成員共同努力，積極參與公益慈善同社區建設。佢特別感謝每一位成員嘅付出同支持，亦都感謝成員嘅家人們喺幕後默默支持。佢透露，為慶祝悉尼女獅會成立20週年，將會喺今年9月27日舉行慶祝晚宴，並喺11月3號舉辦墨爾本杯前夕籌款晚宴。當晚亦都邀請澳洲獅子會兒童癌症研究基金會 N5 地區主席 Jenny 發表致辭。佢感謝各界對基金會嘅支持與捐助，並向多間機構頒發感謝狀，以表彰佢哋對兒童癌症研究工作嘅貢獻。喺眾人見證下，卸任會長 Anita Ang 正式將象徵領導權嘅金鐘交予新任會長 Lynn Abbott， 象徵新一屆理事會正式履新。隨住鐘聲響起，現場報以熱烈掌聲，祝賀新一屆理事會成員踏上新征途。除咗就職儀式，當晚活動亦都安排咗多項亮點，包括新會員入會儀式、頒發傑出服務獎狀、切蛋糕儀式同埋幸運大抽獎，氣氛溫馨熱鬧，充滿喜悅與祝福。新任會長 Lynn Abbott 表示，未來一年將帶領理事團隊持續秉持我哋服務嘅精神，致力推動更多公益項目，服務社區，延續女獅會嘅光榮傳統。澳洲社區快訊報導本地華人資訊，歡迎觀眾以及各大商家提供不同社區資訊。我哋嘅報料電子郵箱係 news@ace-aus.com。我係最新嘅 AI 專員 Miss Ace。